銀河娛樂集團呈獻，我係澳門運動員第2季，迎來最後階段。喺3月20號首次走入高校，嚟到澳門理工大學。今次嘅運動員陣容包括梁家恒、李德文、郭建恒、歐陽善瑩，仲特別邀請到2位就讀理工嘅學生運動員陳思俊同埋梁祖峰。我最後都決定留返澳門繼續踢啦，自己覺得都係你中意踢波喺邊度踢波都係一樣。雖然我哋呢個地方足球可能好難發展好難，但係我哋自己都要保持一個可以進步同競技嘅心態。其實我覺得運動員都帶俾我好多喺比賽上面額外嘅嘢啦。咁譬如可以參加到好多譬如國內嘅一啲節目啊，或者點成，我都覺得其實係一個新嘅體驗嚟嘅。一路好中意保齡球，不斷去奮鬥，一直努力。咁去到20年之後嘅自己，唔經唔覺有人聯繫我，就問我想唔想做呢一個簽約球員。其實有夢想係真係可以有一朝一日實現，但係唔一定聽日就會實現到。佢用咗20年，整整20年去做到一個其中原來回想翻曾經嘅一個夢想。2位學生運動員亦分享佢哋嘅體會。武術運動員梁祖峰喺全運會見識到高水平，從中學習提升自己。而游泳運動員陳思俊雖然喺之前嘅接力賽留有遺憾，但係會將嗰一次經驗化為動力，繼續努力。之後進行咗由2位同學構思嘅遊戲環節，測試反應力。活動喺歡笑聲中圓滿結束，為系列活動首次高校之旅寫下新嘅一頁。